继续，咱要来关心台中成功岭传出射击的意外，有一个18岁义务役的新兵昨昏伫咧练考枪，不过哪像这枪支伫咧枪管内底提早崩去，这个阿兵哥伊倒边的面受伤是真严重，人全咧昏去，目前要当伫咧抢救，也那详细的原因要来调查。士兵全副武装，拿着枪拍伫涂骹进行射靶训练。 台中成功岭义务役的新兵，日下昼用 T91步枪进行射靶训练时阵，唔知什么原因，枪支伫枪身内面爆炸，18岁姓肖的疑男面当伤。就是射击训练，送到医院的时候有意识。军方虽甲人送病院，医生讲伤势真严重。 倒边的面有大范围的开放性空喙，严重的颜面开放性骨折，流真侪血，倒类目睭帘严重损害。急诊时阵进行气切，空喙止血，所肺各会大量的酥药。这类目睭帘也搁伫咧严格无法度确定敢看会到，头壳内底也搁有几落块金属的碎片。左脸有一个很大面积的开放性的伤口，而且有合并这个严重的颜面性骨折跟出血，在急诊就启动大量输血，输了8个单位的红血球，还有这个大量的输液。乌日连升病院动员超过60位医护人员全力抢救，加国军北港山病院的神经外科、整形外科医生责任动手术。陆军10分反攻，有遂通知家属，派高阶干部去病院处理，会协助医疗照护。 原因到底是枪械、弹药还是人为？现在目前还没办法判定。伤势的稳定为优先考量。这个士兵用的是 T91各造步枪，也若是因为弹药的问题引起爆炸，或者是人为操作无顺利发生意外，军方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